數字4死死聲係咪一個唔吉利嘅數？我哋揀結婚日子、住屋樓層、電話號碼係咪都要避開呢個4字呢？但係如果你想提升讀書考試運、事業運、提升名氣、桃花感情，甚至係想促成一啲交易買賣，咁就要好好咁樣利用4呢一個數字啦。識得用佢，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大吉數嚟嘅。喺玄空飛星入面，4係4祿文昌，代表文書合約、名氣、傳播、學業。而4呢個數咧，本質係落喺八卦入面嘅巽宮，特別有利於買賣交易、傳播、宣傳等等。而當4同某一啲數字係黐住埋一齊，例如14、44、49，就會變成一個大吉數嘅組合，有利於以上所講嘅運氣提升嘅。而當中49呢一個組合咧，係特別有利於桃花感情嘅喎。但係當4配上某一啲數字，就會變成一啲凶數組合，容易帶嚟負面嘅影響。例如42呢一個組合，特別係解作疾病啦、小人、是非、感情挫折、思想負面等等。詳細嘅組合咧，可以睇返留言區。當你嘅事業用唔着呢一個特質嘅時候，呢一啲凶數就會為你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。大家亦都可以睇下自己嘅電話號碼、身份證號碼等等，有冇以上所講嘅大吉組合，又或者係一啲凶數組合，又或者你嘅電話號碼最多出現嘅數字係咩呢？不妨話俾我知，咁我會不定期提供一啲免費測電話號碼吉凶嘅。